脑中浮现伊的身影，伊声声呼唤我的名。第有半世纪的等待，其实这个单元呢，讲的是一份承诺。这位客官来到客栈，不喜欢说话。阮当做讲是来一个无法度沟通的迄个人客官。伊读到内面的记忆，内面记忆永远会记得是伊上美好的代志，最美好的。伊讲袂出来伊要找什么人，但是伊心肝内就是有迄个人。是伊违背阮的约定，伊放过我一人，伊独自行。一对伫咧永世遐尼啊相爱的人来到冥界了，当他们再度见面，一个是缘投的少年家，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。到底会记得对方偌济？他是让他纠缠一辈子，在内心深处。可是当在这里再度见面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已经是无共款啦。安尼到底是会当保留伊记忆中偌济美好的画面跟美好的情感？原来人生虽然不是无悔。一旦错过，此生难对回。明波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